讲到迄个心知肚明嘛，吼。啊，咱若讲较口语讲啊，我心内知知。台湾的这热客仔话来讲吼，嘛趣味讲啊，你吼敢若稳固的落家，什么是稳固？就是驼背的。 驼背的人，伊要落家，落家就是下坡嘛。啊，你看伊是不是重心不稳？对。啊，是不是栽落去？好，安讲栽栽，取它的谐音。努力就算讲啊，够我一个，够我一个拜托拜托。如果太安静的话，就大家会这样。没问题。好，来。等一下要喝什么呢？大家拢知影，伊是啥物款出身的？你是啥物意思？我这人清清白白，我无啥物代志惊人知。恁爸爸是一个诈欺犯，妈，这是阿丽因爸爸的代志。伊身躯顶嘛有诈欺犯的迄套，谁知影伊是为着啥物目睭接近你的？公司台语台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台语歌上阵。